願主與你們同在。恭讀聖若望所載的福音。那時候，耶穌對群眾說：我就是從天降下的生命的食糧，誰若吃了，必要活到永遠。我所賜給的食糧，就是我的肉，為使世界獲得生命。因此，猶太人爭論說：這個人怎能把自己的肉給我們吃呢？耶穌對他們說：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，如果你們不吃人子的肉，不喝人子的血，在你們內便沒有生命。誰吃我的肉，喝我的血，必有永恆的生命。在末日，我要使他復活，因為我的肉才是真正的食糧，我的血才是真正的飲品。誰吃我的肉，喝我的血，便住在我內，我也住在他們內。就如生活的父派遣了我，我因父而生活。同樣，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而生活。這就是從天降下的食糧，並不像你們祖先所吃過的嗎哪，他們吃了仍然死了。誰吃這食糧，必要活到永遠。上主的話。耶穌聖體聖血係一份耶穌俾我哋最珍貴嘅愛嘅禮物。有時候大家都叫呢個做信物，好似嗰啲夫婦啦、情侶啦、結義金蘭嘅兄弟姊妹咧，佢哋會有一啲嘅信物。聖體聖血就係我哋同耶穌之間，我哋同天主之間呢一個愛情嘅信物。我哋睇返教會2000年嘅歷史咧，同祭台同祭獻係密不可分嘅，個關係係好緊密嘅。因為冇咗耶穌祭台嘅祭獻，十字架上嘅祭獻，我哋就冇得救啦。呢一個祭台反映住耶穌喺世界33年生命中兩個好重要嘅時刻。第一個時刻係最後晚餐廳嗰度，耶穌喺餐桌上建立佢嘅聖體聖事，彷彿耶穌同教會同佢嘅宗徒同人類締結咗互愛嘅盟約。第二個重要嘅時刻就係喺加爾瓦略山，耶穌以自己嘅生命作為全人類嘅贖價，清除人類虧欠天主嘅罪債，流盡咗佢嘅血同水，付出咗佢最後嘅一口生氣，以大愛嘅死亡戰勝罪惡同埋魔鬼嘅勢力，扭轉咗我哋人類罪性嘅厄運，好使我哋能夠分享天主子女嘅光榮幸福。今日聖體聖血節為我哋展示咗兩張台，最後晚餐嘅時候嗰張餐桌，同加爾瓦略山上面嗰張祭台，一張係愛情與盟約嘅台，另一張係救贖與祭獻嘅台。我哋知道餐台係聯誼之用嘅，我哋幾時有慶祝、家庭聚會、朋友相見，我哋都會坐喺餐台。祭台係為奉獻而設嘅，幾時我哋要向天主求恩謝恩，我哋會喺祭台上舉行禮儀，請求天主嘅祝福。不論愛情、友情、親情，都需要彼此聯誼，都需要彼此交付，互相付出。生活中嘅呢兩張台呢，
我哋都要懂得適時去切換，由祭台嘅奉獻到餐桌嘅慶祝，而餐桌嘅盟約又能夠支持我哋喺祭台奉獻嘅時候嗰種決志同埋心願。餐桌係溫馨喜悅嘅，佢鼓勵人心聯繫關係，為生活加油打氣，讓人睇到親情友情嘅可貴。而祭台係使人聯想起天主嘅祝福保護，同埋讓我哋睇到嗰一啲追求真理與公義者嘅勇氣同埋奉獻精神。佢哋為天主為人類貢獻一己之力。餐桌同埋祭台喺我哋嘅生活中，唔知道邊一樣為你嚟講你係接觸得最多嘅呢？而當你遇到嘅時候，你又會點樣去應對呢？不過無論邊一張台出現喺你嘅生活中，都唔係最大嘅問題。最大嘅問題係你用一個點樣嘅心態，係唔係用真心真情坐埋位，而呢張台為你嚟講先至會變得有意義。如果喺餐台中你係有人在心不在，呢個餐台為你嚟講冇嘢值得慶祝。祭台都一樣，喺我哋嘅生活中一定有好多挑戰困難，就係我哋嘅祭台。我用一個乜嘢嘅心態，無可奈何，定係我哋會好積極奉獻犧牲，將佢哋做補贖，為有需要嘅人奉獻自己一點點嘅犧牲。係我哋嘅心態，我哋嘅心情嘅問題。正如耶穌建立咗聖體聖事，最重視佢最重要嘅係想到佢毫不保留咁將最寶貴嘅嘢留低俾我哋。但係喺世界上有幾多人佢哋係珍惜聖體聖事？耶穌顯現俾聖女瑪加利大攞出佢嘅聖心，其中一個最重要嘅目的係希望瑪加利大推廣耶穌聖心嘅瞻禮，係因為有好多人凌辱聖體、冒領聖體，唔尊敬，唔帶住愛嘅心，甚至有時帶住罪惡嘅心，唔肯悔改嘅心去領受聖體，侮辱聖體。所以耶穌聖心先顯現，將個心攞出嚟俾聖女瑪加利大睇。睇下幾多人因為冒領聖體、忽視我嘅聖體，而令到我嘅心幾痛。耶穌既然將佢整個生命以至佢嘅心都俾咗我哋，喺呢一個聖體瞻禮裏面留低俾我哋大家嘅反省問題，就係我會用一個點樣嘅態度去回應呢一份咁重嘅愛呢？